无共款的元宵节活动，作者江丁秋。顶几日元宵节，雄雄接到阮查某囝的电话，讲伊伫马来西亚当咧参加因元宵节活动，是一种叫做拍柑仔的文化活动。阮查某囝陪船伫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做事。头尾有2年啊，三不五时会参与在地的文化活动，通来融入因的生活。陪船若有拄到较特殊、较趣味的代志，拢会甲我分享。即摆看到遮尔新奇的元宵活动，随着敲电话转来报我知，佮问我讲较早咱台湾伫元宵节的时，敢有啥物趣味的民俗活动？因马来西亚遐伫元宵节的时，会举办一种亲像抛绣球，迄种叫做抛柑仔的文化活动。抛柑仔的活动是一阵年轻未结婚的查某囡仔，摕一粒柑仔，伫顶面写名，对湖的一边甲弹落去，另外一边有一阵未结婚的少年查甫，就举网仔来互柑仔。这种活动是要制造未婚男女熟识的机会，也是早前创造好姻缘的一种方式，真有人情味的款式，阁有情人节的内涵，真正值得来保留，甲当做一种文化活动来推展，应该算真有特色。听讲到即仔，阁会甲电话号码、FB 的小号、LINE 的 ID、QR code， 遮个现代的沟通工具，拢写伫柑仔面顶，真正是一种进化版的文化活动。对社会的时势咧行，阁加一点仔娱乐的气氛，轻实真互人会学乐一。讲到遮，互我想起咱台湾伫元宵节的时，嘛有真澎湃的民俗活动，只是拢无咧推广，真侪人毋知影尔尔。像讲元宵节暗暝的跳菜鼓、娶好某、偷挽葱、嫁好翁，嘛是一种真有意义的民俗活动。会当互少年一辈了解早前老人的因男女之间熟识的过程。咱甲想看觅，一阵无娶某的少年家，去到菜园咧跳菜鼓，阁有一阵还未嫁翁的查某婴仔，去菜园咧挽葱。伫15暝光影影的月娘下骹，规大阵未婚男女拢伫菜园仔内，伫遐尼有罗曼蒂克的气氛下面，会结出啥物花星，真正互人真期待。阁有听讲适当时较大方的查甫查某，若是看会上目，就会当烧招去香花顶摇灯谜，顺续约会加散步。若是较避暑的，就转去叫阿母找媒人婆去讲亲情，安尼成就真侪好姻缘。这敢毋是真好的文化活动？这种元宵活动会当互即摆少年人知影，早前咱顶下呢，因男女之间熟识的上好机会，就是伫元宵暝。虽然元宵节无情人节之名，却有情人节之实。谁讲台湾人无罗曼蒂克？谁讲台湾人无情人节？
为虾米无要甲即种传统活动好好保留，搁吹杀落去？